看这个桃园的疫情，嘛，互隔壁岛新北市真惊心，唔敢来台议。新北市长侯友宜早起到三峡来看校园防疫的工作，关心着学生寒假辅导上课的状况。第二站是来到清水的祖师庙，伊当场来宣布，农历过年正月初六，祖师庙的庆典活动来停办，嘛来呼吁着市民，莫去人多的所在，一定都要做好着防疫。这是我们这个形象里所有的孩子的体温都会。新北市长侯友宜来到高雄，通过红外线体温监测仪，确定无发烧者进入教室，要来关心学生寒假辅导的上课状况。会洗手啊？通知逼出病院群组感染，防居家隔离的民众嘛，包括未少新北市民。侯友宜伫第一时间下令启动整备工作。三峡也是桃园最临近的区块，来视察我们课后辅导。在疫情严峻的时刻，我们一定跟桃园并肩作战。侯友宜嘛前往三峡清水祖师庙参拜，伊宣布每年过年初六有上万位信徒参加的清水祖师诞生和新地活动，今年拢会取消。我在这里非常谢谢我们的公庙，初六神猪庆典已经取消，进到公庙里面要分流来做管理。面对防疫，新北市已经做好准备，要甲冲击降到上低。